甲骨释文第6集。这位美国人汉字叔叔厉害哦，毋若学中文，搁教甲骨文哦。来看伊的标题，凭什么斗既代表勇气，搁表示打架呢？为什么有安尼误会？因为狗斗换一招的这字斗，简体字的战斗的斗嘛写做这字斗，所以只要简体字的人就会容易打架傻分不清楚。无学简体字的人，意识中是毋是应该就无这种困扰？台湾人就无这种困扰啊？俗，那安尼你就太小瞧教育部对文化的贡献。斗阵，你看，结伴、协同、一起，就是斗阵。过来，同时就是人甲人之间交际往来。你嘛阁真简单就举估会到，有真侪专家的说明，斗阵确实就是爱写战斗的这字斗。秀才这两字，互你啥物感觉？穷酸秀才是吗？优秀穷吗？干才酸吗？为人也，得其受利做人，才者天之良疾也。莫受古装剧的影响，秀才是真有才调的人哦。到呾你才知，一般就写这字才啊。咱嘛已经不知不觉咧使用简体字啊。这的本字是这字，借用干才的才，算是约定成俗的用字。这字呾意思迟也、久也、力也。到呾毋是到真、到现在。到呾你才知，毋是到现在你才知，是这么久你才知道哦。若袂管是到呾，就照教育部安尼写。真如何读呾呢？若想要了解，去问教育部。有无？《红楼梦》就用拄则讲到的这字只，着半工的功夫才转来。淡薄的淡，台语用伫到呾的呾，过来学一字轻声的淡，烟淡的淡，意思迟也、拖也。台语白音读淡，拖一下下，台语讲一呾久。这字读领，意思耐也、忍也，拖有点久了，万年啊久。虚间性的虚词用这字压。会记出这几个咧？战斗、斗阵、秀才，主要要表达一个意思。一般咱咧学字是用习惯咧学字，习惯就亲像顶一集讲的拼音化。字的意思呢，无啥了解，惯势就好啊。若愿意小动一下，小想一下，应该会有新的习惯出现。你试看觅，就袂有人乱讲，咱就乱信。譬如落雨就是下雨，所以落就是写。安尼台语教100改，你学着啥？学着100改以后就是101改，学着下面就是落面。这字读落或者是落，本意是秋叶落下，重点是落有一个下落之势，接近自由落体。某某物件摕落，安尼写有适当无？摕是提高，是有掌握性的；落是讲100改的落下，有掌握性无？无。提高、落下，冲突性的两字摆做伙，浪费时间无营养的话就讲到这。这字读落或者是落，本意是一个人独自行入深谷哪内，中文下去的意思。去本意是企图，
就借用做前往之意。走下去，就免搁写行落去，就写做行落，甲自由落体无关系。安尼是毋是一切拢通啊？有无？来练习一下，落下去，台语写落落，无啦，咱写落落。高速公路落交流道，驶下去交流道，驶落交流道。火车到站爱下车，有落甲车骹无？无，是落车。爬下去，毋是掉下去，是有掌握性的爬落。过来，吞下去，无任何食物落出来，所以是吞落。凹下去，耐落。鼎愈大，是毋是耐愈大？圣主如讲的，我们继续看下去，继续看落。拿下去，无提高，嘛无落去，是提落。这字读提，提高的提，真简单。台语讲的提，意思词也，无共意思，无共音，有困难无？应该非常之困难。啊无，为什么教育部、汉语专家等等拢写提就是提呢？台语的这字提，嘛有人读客，客机仔边来食。这字阁有另外一个意思，记也。若是记的意思，就读牙。记是一次性提高，单性五讲的牙间起字，就安尼写。有困难无？无啦，上困难的还袂讲呢。额头，另外这字额，额册包用金架头额，搁另外一字。一字接有三个音，一个额有四个字，真两三，搁有第四字的额。这字额是提高再提高，厝顶挂额上天。无法无天啊！厝顶已经是最高啊，再额就上天啊！额囡仔看戏，小朋友坐伫肩架头，视线才有够悬啊！为何这字的意思是高尚再加高？因为台的金文安尼写，下面是一个烽火台，搁唱悬的浓烟。已经是最高的烽火台，再升起烟火，表示高尚再高。台是名词加手字旁，变成动词的现在进行式，读音行。夜市仔画玲珑的大声咧喊，照过来，照过来哦！啊，伊是叫你用电火甲照，也是用手机仔甲翕相呢？无啦。是叫你看过来，瞧过来啦。这字的文音读瞧，或者是照。庙的做照嘛，定看到这字。这字瞧，樟木叫声响，叫是声符，无意思响。若是安尼，一般有两个状况：第一，这字是替音字，讲好听是形声字；第二，对这字有所误解。来看靠小鸟的这字鸟，顶头是小鸟，下骹是火，是毋是咧烘鸟仔巴呢？烘鸟仔巴会救，所以这字鸟的意思缩小也，自鸟也。这字的白音读搭，草花搭安尼写。转来讲这字鸟，樟木樟鸟。代表目睭缩小，意思是为小洞来看，偷看。桥就无人讲大桥啊，是毋是拢讲太小瞧它了？目睭结细蕊叫桥，啊面救细呢？说文解字有一字，意思是讲面救枯小也，就这字读甲。比对这两字，对
甲即字是毋是有淡薄仔尴尬？搁来，互你印象深刻的讲法，油头甲面，台湾人讲愁眉苦脸，就安尼写，有文化深度无？即字甲会变调，啥物调？搁听一遍，油头甲面，毋是啥物短入声变长入声，是变做四声的入声甲面，是毋是安尼？油头甲面，嘛有人讲面油面甲。当然啦，真正的文化创作者是教育部，因安尼教。在脸上打个蝴蝶结，就表示愁苦的脸色，听讲是安尼啦。油头甲面，也就是郁卒，卒和小卒啊过号的卒同音，意思优雅，免解说，台湾人拢会晓。韵切音呢，教人即字读喙。原来古早也有古早的教育部。目睭缩小看是潮，目睭若一直救甲剩一点点仔，就即字拗。伊也讲拗者，就知影你咧摇啥物尻川花，意思是斜视也。碍拗碍着目尾，安尼写。若是斜视改做粗视，就读艺例句，看落真艺迄落。补充即字软，软确实有包含月的意思，软过嘛，只是毋是正常的月，因为空伤细，可能爱骹头有小跍一下，头小矮一下，身躯小舉一下，或者是小侧身一下，身躯矮较严重就变白过去。即集先讲到简体字的斗。教育部斗阵是用战斗的斗，搁讲到秀才，主要是要表达有可能咱只是用习惯咧学字，忽略字的本意。搁借秀才的机会，讲到才调拄则安尼写。落虽然有下的意思，但是上北落南，写即字落较适合。到呾你才知即字呾，一呾久即字呾，摕物件即字摕，额有四字，额间起字，额头用金甲头额，果上再加果的额，看过来的潮，原来真正和口小鸟有关系。面油面甲正经有即字，电脑拍会出来哦。郁卒，咱嘛会晓写，目尾拗一下，软，原来爱矮身才有法度越野。